马可福音第9章，耶稣又对佢哋講：我實在老你哋講，其在兩位嘅人，有的在死以前會看到上帝嘅主權，太有能力來實現。6日以後，耶穌帶領彼得、雅各、老約翰，點點地上一座高山，在佢哋面前，耶穌嘅形象改變，佢嘅山發光，非常嘅白，世界無人能將布嘅漂到咁白。3個學生忽然看到以利亞、老摩西，在嗰位同耶穌講話。彼得對耶穌講：先生，我哋在呢位千好，我哋來搭3間了嘅，一間本義，一間本摩西，一間本以利亞。因為3個學生真驚，彼得唔知愛講乜嘅正好。這時有雲出現，炸定佢哋，忽然憂傷對雲中傳出來講：這是我所寫嘅來，你哋愛聽從佢。佢哋趕緊四面見尋，總係冇看到別人，只有耶穌同佢哋共下。佢哋下山嘅時，耶穌吩咐佢哋講：人子忙對死復活以前，千萬唔好將所看到嘅事留別人講。佢哋遵守耶穌嘅話，總係彼此討論講：對死復活到底係乜嘅意思？佢哋又問耶穌講：見學教時用會講以利亞天出愛先來呢？耶穌應講：有樣，以利亞愛先來是萬事復原，總係聖經樣板有講，人子必定為肅清多苦，並本人犧牲呢。總係我老你哋講，以利亞已經來了，佢哋也隨心所愛來對待佢，像聖經所講關係佢嘅話一樣。佢哋多轉去其他學生嗰位嘅時，看到一大群人圍定佢哋，有啲經學教時，在嗰位同學生辯論。眾人一看到耶穌，全部非常奇怪，就走定去迎接佢。耶穌問學生講：你哋同佢哋辯論乜嘅？人群中有一個人應講：先生，我帶領我嘅來尋你，因為基本亞鬼附身，無法度講話，當拜鬼攻擊佢嘅時，就將佢平落天底下，使佢再見不破，咬起牙膏，鬼身硬硬。我要求人學生嘅腳裂嘅鬼走，總係佢哋冇辦法。耶穌對佢哋講：你哋倆失退嘅人，樣板按無信心，我還愛猜你哋倆位結救呢，還愛原來你哋結救呢，將聖人呢帶來我倆位。佢哋就將聖人呢帶過來，結果一看到耶穌，就是聖人呢太粗勁，往在地上滾來滾去，再見不破。耶穌問佢嘅阿爸講：佢不了嘅病有結救咧？佢應講：從細就有咯，鬼千多拜上愛害死佢，將佢騙到火地拜，送落水中。你那有辦法，求你憐憫我哋，幫助我哋。耶穌講：嘿哦，你那有辦法？有信心嘅人，乜嘅事情都有可能。聖人呢，嘅阿爸念時太上講：我信，仲係我嘅信心唔啦，求你幫助我。耶穌看到眾人圍定來，就念念一批嘅下令講：你倆龍阿鬼，我命令你對倆聖人嘅身上出來，不准你再一批。結果太喊一聲。是聖人太粗勁一稱抽出來，聖人沙像死鐵一樣，大家講：佢死鐵咯！總係耶穌肯定佢嘅手，扶佢扛起來，佢就起起來，
耶穌一入去木度，學生就暗中問佢講：我哋樣板無法度將該鬼腳出去呢？耶穌應講：只有靠祈禱將捉得走兩種嘅鬼，以外無別嘅辦法。佢哋離開嘅地方，經過加利利，耶穌無愛本人哋佢去內，因為佢在嘅位教學生，佢講：人子為本人交在人嘅手中，佢就會殺害佢，死後第3日佢會復活。總係佢哋唔愛了解呢話嘅意思，又唔敢問佢。佢哋來到迦百農，入去木度後，耶穌問家學生講：你哋在路上爭論麥開諾？佢哋唔敢出聲，因為佢哋歸路爭無停，萬人最偉大。耶穌坐下來，喊12個學生到佢面前來，對佢哋講：想愛做頭嘅，佢就愛做最細嘅，做眾人嘅僕人。然後佢喊一個聖人來到佢哋當中，男定佢對佢哋講：為到我嘅名接待一個搶了聖人嚟嘅，就係接待我。接待我嘅唔係單槍接待我，也係接待嘅差我來嘅。約翰對耶穌講：先生，我哋看到有人奉你嘅名捉鬼，我哋就禁止佢，因為佢唔係聽我哋嘅。耶穌講：唔好禁止佢，因為無人會奉我嘅名行神蹟，嚴是要反過來講壞話攻擊我。唔係反對我哋嘅，就係贊成我哋嘅。我實在老你哋講，無論乜人，因為你哋屬基督，那一杯水本你哋飲，佢一定會得到獎賞。耶穌講：無論乜人，喺信徒中任何一個迷失嘅人離開我，佢最好本人用大摩塞頭頂獎金跌落去度去，那係你嘅一句數開你犯罪，斬得佢；少一句數來得到永遠嘅生命，他人雙手好好落天獄，落在永遠不滅嘅烈火中，那係你嘅一隻腳開你犯罪，斬得佢；少一隻腳來得到永遠嘅生命，他人雙腳好好撒跌落天獄，那係你嘅一隻木珠。開你犯罪，將佢約出來，少一隻木珠入上帝嘅國，他人雙目好好撒跌落天獄，在這位從來唔會死，烈火永遠不滅。每個人為本火試煉，像本鹽爐一樣，鹽係好嘅，總係鹽那實體鹹味，愛樣板自己在鹹呢，你哋愛有鹽嘅作用。又愛彼此和睦。